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李小台先生。隔壁我图李承轩老师咧，同大家做一下毛巾操。哦，大家你下准备一下毛巾，哦，因来从下来做动作哈。来，第一家是双手合拜，哦，同毛巾夹到因的手裆背，哦，夹人，哦，大家夹人哦。你莫话到了当轻松，其实就是吼，你好从了当从老师安会跌下去哦，你那个人个腿夹到很狠，你是会起到哦，你安做一些咱们出力哦，系列哈，好从你安好往上抬哦，抬个你还是要抬上去，要停个5秒钟左右哦，5、4、3、2、1，好，慢慢下来，哦，一样也是要夹紧，不要让它滑动哈。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只会感觉你也可以大小胸肌哈，韩国一年三角肌，还有拱三头肌都会用到力量。其实看起来都简单，哦，是全白白的，其实你夹的那些，你是会感觉讲。做300日后，你就会感觉哦，你颈颈个肌肉会运动到哦。好，来5、4、3、2、1，好下来。好下来的时候，下来些是慢慢吸气，哦，上去也先慢慢吐气哈、哦。好，再来一次。哦，长期你安手会了准，你会讲起那个准哈，其实是真紧袂哦哈，因为这个你其实是会出到去平常人用唔到的肌肉哈，你平常好少用到的肌肉，像你个拱三头肌、三角肌，还有胸前大小肌都会有用到哈，对你个胸部的肌肉也会有帮助哈，你系提起只动作。好，因大家做强下来做，好走300，1、2、3、4、5，好吸气，好吸气，好100，好再来，哦，你看肌肉出力哈，所以这个会准哈，很多哈，好。再来最后一次哈，来，平常人打不卡做做5、600哈，其实你是会起到慢慢的你也可以是不会按准的哈，因为你都可以做就挺会准的哈。好，第二家你来做一下个后背挤压的哈，后背挤压，毛巾带过来哈，好，打挡背来哈。你也同样会出到力哈，你莫变到挺松哦哈，哦，从两松，两是唔巧哈，一条背撞到很来，哦，很来而且慢慢向下落下来些，你莫变到你头那莫哈，莫变到你僵紧啦，哦，变到僵紧那些，你几张历史莫提起嘞哈，来，你一条出能力按用音哈。安因听讲5秒钟，你走500走来哈，来，好，你也应来做下，来下来，哦，从你安因，再慢慢你其实会出暗力咯，你莫出暗力，按送是唔错嘞哈，好，大家强下来做哈，好，落下来些出能力，1、2、3、4、5，好，吸气哈，你也是吸气哦哈，好，落下来是的，一条出能力，哦，1、2、3、4、5，好，再来左右美腰哈，左右美腰哈，你下按哪些？是通你头摆做的，就让左右扭腰缠斗，可惜哈，你下两摆哈是你通过毛巾落得好长掉来哈，拉长一点哈，落长掉哈，好做得好出力。唔讲咩讲落长以后是冇力咯哈，
会背右出人力来哈。好，用右手出力落过去，左手出力对哦，哈。啊，从你下因哈，你记得咯，脚会打开来哈，稍微与肩同宽，然后呼吸你买注意到哈，从你下出人力的些是慢慢吐气哈，慢慢吐气。好，回来，再来，好，吐气，慢慢回来，慢慢过来哦。5、4、3、2、1，好，吸气哦，你也吸气，好，左改变人左出力，好，你也就出力人哈，1、2、3、4、5，好，接气进来。好，从你按慢慢走哈，从你按3行哈，跟左人来哈，来走来。好，从你下去了就慢慢的算哈。好，从你下按就嘛注意哦哈，你莫上跳前，也莫上后背哈，一条从你老师按打起来哈，好来。你上跳前哈是电动嘅力量也唔好哈，效果也会差很多。好，你俩从提这只开始咧，左向下咧做一下哈。好，提一只，你是双手合拜哈，双手合拜记得咯，一天你要减人咯，出人力。你本意按减人的意思是，你2只手是为向地背出力人哈。好，4、3、2、1，好，慢慢下来。下落先你喊会强阳会减人会就出力了哈。莫讲哦，你当轻松，你是莫出力哈。好，3，好，下来，抬脚嘴向下走哈。好，再上去。你安的时间是好轻松的，我们讲好轻松，这个而且听出人暗力，出人暗力而且对你个胸大肌、胸小肌，韩国你的三角肌、肱三头肌，全部就帮助到好，走的。来第2个动作哈，复习一下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哈，大家要注意哈，也最重要哈，你莫向跳前莫向跳前，也莫向后背会嘟好大一点跳拉档2只手打2控胸跳出力向下落韩国莫变到你强劲哦好，从你按抬脚来算人来，5、4、3、2、1，落起来，落起来些喊你就出能力了好，等下出下力来下落一些，有嘛同样吐气吐气，5、4、3、2、1，好，落起来落起来些左脚起好，走慢慢下来。好，等一下，5，好，再拉起来，大家就向下做人来么？好，来落下来，拉下来，好，从你做10摆左右10摆左右，因为你做人那些对你那个斜方肌、阔背肌尤其你后背的阔背肌好唔会固腰个对有的人固腰那些是做那种动作，韩国你就当做上班那些啦，
叫我们触电啊，嗰度你其實打電呢當時在做那樣動作，啊對你嘅後背肌肉哈會有好幫助，哦也好會有靜心啊。好，走來哈，你來左應該提3行哈，左右尾腰哈。左右尾腰同樣哦，你啊腳一定會開到哦，啊睇下會可能哦，像你摸完鬆哦，會落很啲啲的哦，最少有一隻很土打了一年哦，因來慢慢走哈，睇下向下來走哦，像你你老師安哈，陳軒老師安哦，即個會選人來哈，1、2、3、4、5、6哦，慢慢落進來，走來哦，1、2、3、4、5、6，好，從你按慢慢走哈，好，3、4、5、6，哦。其實你走得好順利，時間其實最圖你走到10秒鐘左右哈。好，來10秒鐘左右哈。來1、2、3、4、5、6、7、8、9、10，將時間來，走呢那些就停來，慢慢吐氣哦哈。你吐的氣越長越好哈，慢慢的吐哈。吐後背來講，慢慢的給聽到該語呢哈，走來再來繼續，大家要向下做麼？哦，係啊，大家做當好哈，你做調氣一下哦，休息一下。大家好，我係李小台先生，今日李承軒老師向下來做毛巾操。你來做呢部分會好嘅，好出的對哦，大家準備能來，大家把毛巾拿起來哦。好，我們來做這個先前彎哈，先拿起來哈，拿起來向頭前，好向頭前一下，好來後背來，撞到你後背來，向後背。哦，像你呢種姿勢哦，其實對你嘅筋骨啊、全部會好活哈。來，還沒來，你側面給大家看一下，好嘞，好，來向前一點，向頭前那些哦，撩出來的哦，好，向後仰那些，像老師是。同意講，大家係錯誤嘅是送過來吼，你其實係輕的轉來，輕的轉來，好，減完以後向後仰吼，因為你哋按那些好唔降對都是因為你哋落能吼電動你好唔會對到吼，像你按你是在彎好下來的吼，你看吼，像老師按吼做當標準吼。韓國當重要嘅吼，是你嘅腳很係打開來吼，做運動啊，毛巾操雖然係當輕鬆咗，你很係注意好安全吼，來做架度吼，好，來腳與肩同寬吼，不用太寬了吼，與肩同寬，好，手毛巾拉着，好，往前先拉推，其實這時候也是蠻用力的哦，蠻用力吼，出來的。走出來的，再出來一點，不是，好，對，出來的哈，好，然後這時候都還是有保持咧毛巾的壓力、張力哈，好，然後再往後的時候，這要注意，這毛巾還是有張力的哈，好，這是幾乎一個全身運動哈，好，來往後仰，好。像你那些，其實佢係毛巾就出能力，所以佢做穩定一點哈，你的身體整個穩定所謂好活哈。
好，抬架做咧走架边咧看哈。好，出来哈，出力，腹能出来。好，好，吸气，然后再往后拉。好，然后再吐气，慢慢吐气哈，慢慢吐气。好，好，好，很好，这动作很好。好，再做一次就可以。好。哦，你看了老师这样又嘛出台湾咯哈，哎，虽然看起来当呛口哈，哎，好，很好，好，来做跟别人提一下动作哈，半蹲哈，7区哈，好，好，对，好，像老师那边哈。要半蹲着哦，其实这蛮用力的哦，哈，好，像你安样哈，半蹲7区，你其实哈，你看起来起都当轻松，其实哈，你主要哈，你莫从头前，然后莫从后背，你按嘟好按讲人哈，其实你毛巾会往外推，哎，对，再往外推，再往外推，哦，哎，像你安样。你对你也个股直肌、股四头肌、内外长肌都会有帮助哈。好，嘿，总的来一些你是聊按强松按聊强松按那人是做的哈。好活的嘞，走嘞，你是做送人出去哈。对，送出去些人家毛巾还有出力，因为人家有出能力，所以你个半蹲哈，你个位置啊会好，唔会按走展啦，好唔会对倒哈。好，好，好，再一次哈，先吸气，然后慢慢吐气，好，吐气就出去，好，好，好，再一次。好，吐气，慢慢吐气哈。好，第3个。好，第3个动作哈，我们拉脚、压脚哈。好，像这样子的时候，强烈安然后就等于平衡感好唔好啊？跟你水的就等呢，模式有个靠着墙壁也可以哈。好，强烈安落哈，三落人哦，你会感觉摸嘛个起身落球咧，你是会感觉也展满实力咯哈。好，系好好对一些哈，做像老师安做落好过对哦，还可以再拉高一点哦，再拉高一点哦，像你安就等于去做落动过哈，唔怕你是你做落是在落起来。稍微离地，你也是会有个功效，大概哈，最少对你股直肌啦，股中间肌、股外侧肌都会有帮助。好，来换一个脚，好，像你对你个股直肌、股外侧肌、内侧肌全有帮助哈。当然你也做容易接手做的哈，对，好。像你安样系好做得到的，你做落好过到做落好过到你也个效果就会冇重要。其实你落到脚掌通嘅脚跟那些，脚尖那些位，也个肌肉全都会不一样哈。好，再一次哈。好，你要做了3个动作哦，从第1个动作开始做起哈，来再复习一次哈。好，第1个动作，对，
大家一起来做一下哦哈。哦，像你安那些一听，你俩一听落河来，落 handle 来哈，你就会感觉到很有一个安全感啦，也有一个保障哈。再做一个哈。好，推出去，这推出去一定要注意哦哈。好。好，再一个，抬架强下来，坐下来哦哈。这天强烈，这天有张力哈。好。好，可以。好，第二个动作哈。好，半蹲哈，半蹲的时候记得哈，注意，蚊的安全哈。好。推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还要注意，蚊的一定要夹紧蚊的屁股哈，夹紧一点，对蚊的提肛缩臀都有帮助。大家看起来动简单，其实咱们吃力哦，好，推出去哦，强烈安那些是挺出能力了哈，强烈安好，好，再来注意每加姿势哈，同大家讲的哈。虽然看起来简单哈，运动员嘛常都会做这样动作哈，不过有的人去用手去攞哈，其实用夹毛巾以后，你个电动比较好控制啊，好控制这个肌肉的力量，还可以再高一点了哈。好，当然，你如果平衡感唔好嘅，你是去跳平衡表吼，其实平衡表就做得强烈平衡表，去做喊下高调吼，好，好，再拉高一点，好，再做一次哈，再做2次看看哈，做呢。大家有可能天时哈，有嘛做能来哈，讲会好嘅。像你老师安做能哈，你是走路过掉哈，好，你个姿势动标准哈，好，大家下大步卡哈，是听那个平衡表模式就找个等了大家顺头哈，以防万一啦哈。老师就练过莫强强哈，还可以再高一点点，对，强烈安那些股直肌那些肌肉群都会有帮助。其实呢，对你的平衡感那些全部也会当好。你做头起一下休息一下。